是第先，我先带一个祝福祈祷，啊了结束是再请牧师吼来，咱三个祈祷来，目睭闭起，咱三个祈祷，咱今仔日有这个机会是上帝听，上帝听咱，吼对吗？咱有机会。来，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有这么好的机会，伫4日的中间，伫上帝教会台北囡仔台语夏令营，阮做伙伫这个所在学习，有真侪老师教阮，也互阮伫真侪学习的中间，也认捌真侪好的朋友。主，阮恳求你保守阮，互阮伫这个以后的时间，互阮永远拢身体勇健，互阮伫身躯伫身躯拢健康，阮愈来愈大汉，真侪是上帝甲正人所疼的囡仔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即点要开始今仔日的结业，恳求你来保守阮下面的时间，阮期待伫后摆阁有机会阁见面。阮来恳求，奉靠主耶稣名来求，阿门。好，咱即摆就真紧，咱就要请梁老师好来，多谢。咱这边的营会有一个足特别的，就是因囡仔会晓讲台语哦。因第一天吼，红班的就是幼稚大班的甲1年的。因讲老师你讲啥？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懂了。哦，结果第2天、第3天、第4天拢进步哦。啊，因有画图，我选2个，要来讲因为什么哦？吼，好，来咱请第一位，甲阮鼓励一下，敢好？大家好，我叫陈令云，我画的这只是鸽子啊，有3只正常的把伊抬死，鸽子啊破坏小花，有3只正常的抬鸽子啊，有1只回灵去，互伊的血配着，有1只互伊掠着。我讲了，多谢大家。你有注意听无？伊拄则讲即只是啥物货？哦，你拢知吼？伊会同我讲哦，伊讲即个鸽子啦，好，多谢。来，伊较伊2年的尔哦，我应该互你摇啦，伊几年的啦吼？伊较2年的哦，要升3年。好，来第2位。伊甲我讲，老师，你莫搁甲我教，我昨顿去吼，拢背好啊，你袂使搁甲我教我，好，我尊重你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叫戴玉君，我画一个图叫喵咪世界。这只喵咪叫柑仔，伊想要食鱼仔，厝无鱼仔，伊得开厝摕长长的吊竿，伊去鱼池。看到鱼仔游来游去，伊就这鱼仔，伊足欢喜的，摕过来煮，真好食。我的故事讲到这，多谢大家。红当是上细汉的吼，你看因有5讲无？有吼，4天的迄个成绩吼，你要甲恁的囝、甲恁的查某囝、后生孙仔鼓励一下吼，会用食大肠哈，因为我拢无大肠好食。哇，黄班咱要安怎？惊到皮皮喘啊！红班遮厉害，黄班咱袂要紧，毋免惊，咱去3个小朋友拢出来。来，咱去3个头叫迄个3个小朋友拢出来，来这边。大家好，我叫做张婉佑，我要讲的是小妹，羊对我来，游泳池游袂起，水池游袂起来，靠一个真厉害，巴肚喙齿痛，高会寒，目睭痛，高白白，巴肚痛，高肚财。
好，你要袂输。你甲讲名尔。我爱食跟两个可爱色一寡亲像跳绳爱运动，多谢大家。好，多谢。大家好，我叫杨定主，今年8岁。我上爱的运动是踢骹球。我上爱食的物件是鸡卵糕。我要讲的文章是：老师对我山顶来，伫山顶爬落来，爬得真厉害。喙齿疼，高会嗨；目睭疼，高目歪；巴肚疼，高肚知，嘿，真厉害。大家好，我是桂淑婷，我今年9岁，我爱食的水果是苹果，我无爱运动。我今仔日要讲一个文章，是阿兄对我厝内来，伫厝里活落来，活一个真厉害。喙齿疼高会嗨，目睭疼高目歪，巴肚疼高肚知，嘿，真厉害！多谢大家。哇！好，感谢大家。即马甲时间交互。这位同学，伊是甲伊小弟，伊小弟伫这班内底吼，是对美国转来，伊袂晓听电话，毋过伊足认真上课。伊老师嘛足认真帮助伊哦。第二讲大家讲，你会当录音袂？我讲好，录音哦。伊倒去读8个字，一字读哦。逐科的老师拢讲伊拢足认真的。伊即马咱来互伊讲，看伊要讲啥。伊会晓讲华语，毋过台语听无。总是即几日伊有讲哦吼。咱较定较介绍伊啥物指导，咱来较定介绍指导老师吼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宗姑，我是美国 New York 来的，我很喜来参加台北囡仔代志哩赢，感谢大家。
欢喜啦，吼，咱4天的宴会真紧的时间就到啊，吼，4天讲长，其实嘛无介长。 哦，所以我要甲咱的家长鼓励吼，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嬷吼，用短时间要学台语，其实无真简单啦吼。教会宴会是帮助咱起一个头，往嘛咱伫厝里会当搁较接用台语吼，和咱的囡仔来沟通吼，因为一个会当讲台语的环境，那恁咧学台语就会当真顺势啦吼。人讲即个囡仔即个阶段吼是学习上界。 有开力的阶段，对细汉就互因当有一个好的学习吼，对因一生有真大的帮助吼。嘛，搁一届咱提醒，咱9月份开始吼，因为咱宴会4天就结束啊嘛吼。咱9月份开始有一个囡仔的台语文班吼，伫咱每一个礼拜日的9点到9点50，伫咱教会吼，真欢迎咱会当鼓励咱囡仔做伙来参与，会当搁继续来学习这个台语吼。只是做伙来做一个祈祷，求上帝来祝福咱。 亲爱的主，天阮的上帝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互阮有这4天的时间，会当做伙伫遮学习。阮所有的小朋友会当有真侪的成长，真侪的学习。全恳求你，也继续引带带领每一位小朋友，伫每一日的生活内底，享受因教育的稳定智慧，有对来教育的快乐，甲因上个伫地。 也将伊每一个家庭拢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大大来祝福伫因，引带带领因头前的道路。主，阮将阮每一位拢搁一届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来看顾、保守、祝福伫阮。阮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上帝祝福咱大家。